歡迎大家嚟到堅尼地球校長室。咁我哋要介紹下點解會有呢一個新嘅 channel 啦，同堅尼地球本身有咩唔同啊？咁話說我自己本身係研究國際關係啦，整呢啲頻道嘅初心最初真係想分享一啲同國際議題有關嘅資訊嘅。咁但係呢個係好幾年前嘅事啦，之後就全世界發生咗好多事情，香港發生咗好多事情。咁但係不變嘅係對資訊嘅需求咧，大家應該同樣係存在嘅。問題係喺演算法之下，我哋發覺好多唔同嘅資訊擺同埋一個 channel 就好難精準咁樣派發出去咯。明明我係想講國際議題嘅，但係受眾嘅期望可能係一啲好 juicy 嘅內容，或者係一啲我哋未必想傳播嘅信息，咁樣就會有一個期望落差啦。咁點樣可以有一個全新嘅頻道比較精準咁樣講國際嘅資訊呢？呢個係其中一個出發點。第二，喺而家嘅演算法之下，我哋發覺喺公海好多地方都係立場先行，大家會根據你嘅立場去揀選你所睇到嘅內容。但係如果全部嘅內容都淨係得立場嘅話，咁樣又點可以理解唔同嘅立場呢？我哋當然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觀點啦，但係喺公海，我哋認為始終都係需要相互理解，先至可以有一個有效有建設性嘅討論嘅。咁點樣可以繞過呢一種演算法嘅流弊呢？再加上近年 AI 科技嘅進步，我哋好明白到短片啦、動畫啦，對傳訊嚟講係有好明確嘅作用嘅。所以喺呢一個新嘅頻道啦，亦都希望有更加多嘅短片啦、更加多嘅圖像啦，可以幫助大家，特別係對呢啲議題本身唔係咁熟悉嘅朋友，去輕易了解我哋想講嘅國際資訊內容。咁講咗咁耐啦，點解我哋要強調演算法同演算法呢？因為呢個正正係今日我哋第一條片想介紹，而家我哋面對緊一個乜嘢嘅時代。所謂演算法，本質上只係一套步驟，即 SOP 啦，或者係規則，教電腦點樣由輸入去到輸出，就好似我哋煮飯啦、洗衫啦，有程序，報稅有程序咁樣。串流平台幫你揀下一段片或者歌都係程序，只要寫成清晰嘅 if then 優先次序同埋計分方法，就已經係一個演算法啦。傳統嘅軟件年代，呢啲規則大多數係由工程師入手寫成嘅，而機械學習即係 machine learning 啦，就係下一步啦。我哋唔再需要逐條 code 咁樣寫，而係將大量嘅數據俾我哋部電腦，等佢自己歸納出原來通常出現呢啲行為之後，最可能發生嗰樣嘢嘅狀況，即係 condition 啦，然後就會用嚟做預測。音樂、影片、廣告推薦系統就係典型嘅例子。透過數以億計嘅點擊、收聽、停留嘅時間、飛走嘅速度等等嘅數據，模型會學識邊一類嘅內容最有機會留住受眾，即係你啦。至於人工智能，即係 AI，就係一個更大、更有涵蓋性嘅概念啦，包含咗機器學習、深度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等。今日我哋喺 YouTube 啊、Spotify 啊、TikTok 啊、Instagram 啊上面遇到嘅為你推薦，多數都係屬於狹義嘅 AI， 佢哋係冇自我意識嘅。但係就非常擅長去精準處理一個目標函數，通常就係令你停留得耐啲，撳多幾下，睇多幾條嘅演算法。咁我哋又再睇下啦，咩係音樂串流嘅演算法同埋影響呢？就咁聽，演算法好似只係一種俾電腦用嘅規則或者工具。但係當佢直接影響到我哋接觸到嘅媒體內容嘅時候，佢就唔再係純粹中立嘅工具啦，而會變成文化同埋政治權力架構嘅一部分。以全球音樂工業為例，國際唱片業協會即係 IFPI 公布嘅最新數據顯示，全球音樂市場已經連續10年增長，靠嘅主要就係串流、訂閱同埋廣告。2024年全年收入當中，69%都係嚟自網上串流，對比起實體嘅銷售咧，而家只係佔1/6。Spotify 作為全球最知名嘅音樂串流平台，佢嘅報告指出，喺2024年底，平台每個月活躍用戶已經有6.75億人，其中有2.63億都係付費訂閱嘅。咁換句話講，佢係一方面透過你聽啲乜嘢，喺咩時間聽幾耐會停，
邊啲歌會 loop 等等，作為數據去累積同埋建立用戶嘅品味檔案。另一方面就係用演算法透過比較大量相似嘅用戶，預測你下一首可能最唔會 skip 嘅歌，以 Discover Weekly 之類嘅 playlist 去吸引你繼續聽落去。聽落似乎只係一種個人化嘅服務，但係實際就對聆聽到嘅音樂以至音樂創作本身都有非常之大嘅影響。首先，透過演算法推介嘅傾向係會穩陣嘅，即係話推薦翻已經證實咗受歡迎、唔太刺激、冇太冒險性，但又可能冇乜新意嘅聲音。結果好自然就係大公司、大明星嘅歌好容易被放大，而小眾嘅風格又或者係本地啊、非英語作品等等咧，反而就越嚟越難出現喺大家嘅播放清單啦。早前就有報導指出 ，Spotify 排名前10%嘅音樂人係佔據咗99%嘅播放量。而學界早就指出喺串流時代嘅 Superstar Economy 嘅現象，即係收聽同埋收看率更加高度集中喺少數極受歡迎嘅藝人同埋歌單，而演算法推薦系統亦都係進一步強化咗呢個趨勢。當初我哋以為網絡會帶嚟嘅平等化並冇發生，反而演算法用數據去維持或者係深化咗本來嘅不平等。其次，歌曲嘅創作亦都開始趨於向演算法寫歌。由於串流服務往往只係喺播放超過大約30秒之後先計一次完整嘅收聽，唔少唱片公司都要求歌曲開頭幾秒鐘一定要植入主題或者係副歌，以免聽眾未聽到鋪陳就已經走咗啦。歌曲嘅長度就要壓縮到2-3分鐘之間，去減少一啲所謂唔賺錢嘅段落。又有統計發現，1980年代流行歌曲嘅前奏平均長度係超過20秒，而今日嘅流行歌平均前奏咧就得返5秒。喺呢一種注意力經濟嘅影響之下，歌曲往往會極速切入重點，超短嘅前奏，好快嘅 build up， 跟住就直入副歌啦。另外，由於 Spotify 以單曲而唔係專輯為中心嚟推薦音樂同埋計算收益，樂手去製作完整嘅專輯，誘因亦都降低咗。再加上而家唔少聽眾都偏好透過播放清單嚟聽歌，多過完整咁樣由頭到尾去欣賞一張專輯。結果我哋聽到嘅音樂風格就越嚟越單一，聽眾亦都越嚟越少機會完整咁樣聽晒一張嘅 album 去體會歌手想傳達嘅整體信息同埋意念。第三，串流音樂嘅便利性亦都顯著改變咗大家聽歌嘅方式。而家好多人都係一邊播住音樂，一邊做其他嘢，即係音樂越嚟越被當做背景嘅聲音。Spotify 因應唔同環境，例如 chill 啊、study 啊、sleep 啊、focus 等等，去做出大量主題歌單，再透過演算法根據用戶過去嘅收聽記錄，不斷將類似風格嘅聲音源源不絕咁樣推送出嚟。長此下去，我哋聽音樂呢個行為就會變得好被動。被動本身，除咗係因為演算法製造出嚟嘅音樂嘅 comfort zone 之外，呢一種嘅被動模式亦都源於串流嘅 app 帶嚟嘅方便，從而改變咗聽音樂作為日常活動嘅本質。頭先講嘅都係音樂啦，但係如果 Spotify 係一個將音樂收聽背景化嘅系統，延伸到其他嘅演算法、其他嘅平台，又會係點樣呢？譬如話 TikTok 就係將注意力同埋資訊接收非常碎片化同埋情緒化嘅一個新嘅系統啦。TikTok 嘅特徵在於喺佢嘅主頁，即係 For You， 幾乎完全係由演算法驅動。用戶就算冇追蹤任何嘅帳號，一樣會收到一啲你或者佢認為你可能想睇到嘅影片。TikTok 近年嘅用戶規模穩定維持喺10億級數嘅水平。當學業界統計估算，佢2024年嘅全球活動介乎有1至1點幾億人以上。部分分析甚至係指出佢嘅廣告觸及率潛在用戶咧係有接近20億。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嘅 Digital News Report 2024顯示，越嚟越多年輕人開始透過 TikTok 啊、Instagram 啊、Reels 啊、YouTube 等等嘅平台去接觸新聞。其中 TikTok 對18至24歲受眾嘅新聞用途尤其有顯著嘅上升，同時整體對傳統新聞嘅信任同埋興趣又反而持續咁樣下降。當娛樂、資訊甚至政治嘅識讀逐步集中喺幾套 AI 嘅推薦系統手上，
問題就已經唔係聽邊首歌咁簡單，而係邊啲公司同埋演算法有權決定我哋點樣見呢一個世界。演算法以觀看嘅時間長短、重播嘅次數、互動行為等等作為制定推薦嘅標準，目的係最大化停留嘅時間。當用戶越嚟越多喺 TikTok 上面接觸到，譬如話戰爭嘅片段，或者係議會嘅衝突，或者係國際關係嘅解說啦。所謂嘅政治新聞就要適應用短影音嘅玩法啦，即係話10幾秒之內製造強烈嘅情緒、清晰嘅立場同埋鮮明嘅二元對立。至於複雜嘅歷史脈絡啊、法律條款啊、制度設計啊等等，所謂宏大敘事嘅議題，就好難喺幾十秒鐘之內講清楚。於是就自然讓位俾嗰啲3個重點你要知，一幅圖圖解中東局勢之類簡化嘅敘事。演算法本身本來未必係刻意偏向某一種特定嘅意識形態，但係當令人憤怒、震驚、認同成為留住用戶嘅最佳手段嘅時候，極端同埋煽情嘅內容就會得到結構性嘅優勢。而多角度啊、冷靜分析啊呢啲咁樣嘅內容，又或者係啲長篇大論嘅學術論文，往往就顯得喺呢個演算法上邊唔夠上鏡啦。YouTube 嘅情況表面上睇嚟更加主動，因為用戶可以搜尋關鍵字，訂閱自己中意同埋信任嘅頻道，但係實際上首頁嘅推薦、自動播放同埋影片側邊嘅欄目喺總收睇嘅時間入邊都係佔極大嘅比例。當平台演算法根據既有嘅興趣、一部分觀看嘅記錄同埋互動行為持續微調推薦，用者雖然依然擁有選擇權，但係就會喺一個預先排序好嘅菜單上面作出選擇。推薦系統擅長放大已經引人注目嘅內容，包括陰謀論啊、強烈嘅立場啊同埋情緒化嘅標題，而會比較少自然引導觀眾接觸需要時間消化嘅長篇論證。所以喺呢一個角度講， Spotify、TikTok、YouTube 佢哋嘅共同點而家都變得好清晰啦。推薦演算法並唔係為公共利益設計，而係為商業嘅目標服務。音樂人要創作適合串流嘅音樂， YouTubers 要將艱深嘅議題壓縮成為幾個 punchline。創作自由好似並未消失，但係越嚟越多決定變成咗點樣配合系統，而唔係單純基於作品本身嘅需要。喺呢個過程入邊，各個演算法嘅 comfort zones 形成嘅世界觀自然容易各走極端，而公共討論同埋文化想像嘅空間就越嚟越狹隘。咁我哋應該如何自處呢？面對呢一種局面，好容易出現兩種極端嘅反應，一種就係陰謀論式嘅，視所有演算法都係為邪惡操控嘅工具，認為每一條推薦背後都有隱藏嘅政治指令。另一個極端就係完全放任型嘅，當演算法淨係一個中立嘅技術，相信自己只要有腦就唔需要理會呢啲系統背後嘅設計。但係如果用一個比較冷靜同埋嚴肅嘅角度去思考，我哋係應該同時拒絕妖魔化同埋完全唔加警惕嘅合理化。事實上，演算法嘅直接目標確實係商業性質嘅，佢係為咗提升 stickiness， 真係黏着度啦，同埋廣告收益，而唔係直接去洗腦。但係當一套以最大化注意力為核心嘅技術基礎，滲透咗喺音樂、娛樂、新聞同埋政治嘅資訊分發入邊，就一定會產生政治嘅效果。某啲類型嘅聲音會被系統性咁樣放大，另外某啲類型嘅聲音就會被系統性咁樣削弱。就算 comfort zone 嘅效應同埋極端化未必好似部分輿論咁樣描繪得咁絕對，但係我哋亦都唔可以無視演算法作為一個新時代嘅新型權力結構。所以討論演算法更加重要嘅問題並唔係要唔要禁用 TikTok， 仲上唔上 Facebook 等等，而係喺一個由少數平台壟斷資訊分發嘅環境入邊，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令到自己唔只係被動嘅對象呢？對普通嘅觀眾嚟講，一啲微小但係有意識嘅行為其實已經有好大嘅差別啦。
例如話偶爾刻意搜查同平時立場唔同嘅新聞來源，主動搜查唔喺推薦列表上面嘅音樂同埋創作者，即 creators， 留意自己點解特別容易被某類嘅標題黨去吸引。問一問呢條片令我即刻好嬲，又或者好爽，係因為佢真係講解得好清楚，定係因為剪接得好煽情呢？呢啲嘅自我反思都係呢個時代每一個人都需要嘅。對創作者嚟講，亦都需要學習平台嘅用法，但係盡量保持內容嘅誠實同埋複雜度，喺演算法嘅友善同埋知識嘅尊重之間揾到取捨同埋平衡，而唔係全盤被點擊率 click rate 去牽着走。總括嚟講，演算法已經成為現實， AI 只會進一步將佢整合喺所有媒體產品入邊。我哋真正值得關注嘅係，究竟係邊個寫規則，邊個控制數據，邊個定義所謂成功呢啲嘅指標。當全球嘅音樂收入、社交短片、政治新聞同埋公眾討論都係由幾間企業嘅推薦系統運作嘅時候，演算法已經成為咗新一代文化權力嘅角力場。我哋冇必要將佢妖魔化成為全能嘅陰謀，但亦都唔應該天真咁樣當佢純粹係中立嘅科技。喺理解佢嘅運作邏輯之後，有意識咁保留我哋自己一啲嘅選擇權，包括選擇主動搜尋、選擇跨越同溫層、選擇支持願意花時間解釋，而唔係只係追求 hit rate 同埋 like 嘅內容。呢啲本身就已經係一種對演算法權力嘅溫和反抗。下一條推薦音樂或者係短片彈出嚟嘅時候，你可能未必完全決定得到，但係至少可以喺心入邊問一句：呢一次究竟係佢揀定係我揀呢？我哋簡單介紹過咩係演算法之後啦，又翻嚟我哋第一條片嘅初心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一個時代，就算有咁樣嘅演算法規範都好啦，都可以有一個地方暢所欲言咁樣分享叫國際資訊啦。我哋其實對拍片啦，或者係做呢 channel 啦，都有唔少嘅包袱嘅，即係我哋好唔希望係不斷消費個人嘅私生活啦，唔希望消費個人嘅立場啦，唔希望消費一啲純粹網絡嘅泥濘同埋 gossips 啦。咁我哋點樣可以喺呢啲前提之下都做到自己想做到嘅嘢呢？希望係呢一個新嘅地方，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齊同行落去，無忘初心，一齊分享唔同嘅國際資訊。美麗新香港，江旻憓嘅直升機之謎，同新香港忽然申辦2036年嘅粵港澳大灣區奧運會。一、美麗新香港，平行時空嘅2036年粵港澳大灣區奧運申辦大使江旻憓議員，想象嗰場全民動員嘅愛國運動。二、國際關係深度評，安德魯王子嘅醜聞會終結英國皇室嗎？國際關係深度評經典復刻，意料之外，董建華嘅英文軟實力上。國際關係深度評經典復刻，意料之外，董建華嘅英文軟實力下。隨緣家書超短篇，聽藏師嘅平行時空，習近平已經成為傀儡論，邊個會亂入呢個世界啦？隨緣家書超短篇，聽藏師嘅平行時空係咪真㗎呢？習近平究竟又點樣呢？重要咩？立即成為岑毓輝 Patreon 會員，閱覽完整文章。